传道书第8章。啥人真正有智慧？啥人会晓解释代志？人的智慧，互伊的面有光彩，嘛互伊向恶的面改变。守王的命令，得守王的命令，因为你有记上帝宣誓，伫王的面前毋免惊。毋过说面若歹，得赶紧离开，因为伊爱做甚物就做甚物。王的话有权，啥人敢对伊讲，你得创甚物？守命令的人袂拄着灾祸，智慧的人看清楚时势，会晓判断。虽然苦难重重缀伫人的身上，毋过逐项事拢有伊适当的时甲结局。伊毋知将来会发生甚物代志，嘛无人会当甲伊讲将来会安怎，无人会当支配家己的性命，嘛无人有权决定伊死的日。一款生死的征兆，人袂当避免，罪恶嘛袂当救做歹的人。邪恶的人甲正直的人，遮个我拢有看到，嘛专心查考日光的下面所发生一切的代志。有时这个人管害别人，结果害着家己。我看到歹人受到隆重的埋葬，丧葬的人对墓地转来，已经袂记得迄个人伫城内所做的歹代，这嘛是空夫。做定了无随时执行，世间人才会大胆做歹。做人做歹100遍，也顾食长岁数。毋过我较实在，敬畏上帝的人，因为心存敬畏，最后会得到福气。总是歹人袂得到福气，亲像影真紧就无去，因为伊无敬畏上帝。伫世间阁有一项空虚的代志，就是义人拄着歹人该受的报应，歹人得到义人应得的报赏。我讲，这嘛是空虚。所以我鼓励人享受快乐，因为人伫日光的下面也食也啉是上大的享乐，这是上帝互人伫日光的下面拍拼应该得到的享受。我专心追求智慧，搁观察世间所发生的代志，甚至暝日拢无困。我有看见上帝一切的作为，伫日光的下面所发生的代志，人拢找袂到发生的理由。人无论安怎敲找，都找袂到。连有智慧的人，虽然想讲伊知，嘛找袂到。